就来看高雄市的人口老化，伫个6都是排第2。高雄市政府推出35万张的敬老卡，但是实际使用的只8万外张。有不少的长辈者认为，这个敬老卡无好用，提供的服务伤少咯。应该就要比较其他的县市，有这个客停车钱的补助，有这个医疗补助等等，他来提升这个卡片的价值，安尼伊嘛较愿意来使用。 这张是我敬老卡。这个蔡先生提出的敬老卡，伊讲这张已经用5年啊。我就用敬老卡坐捷运去左营、坐高铁，然后到台北。今年70岁的蔡先生，差不多逐工拢用敬老卡，就是坐公车是坐捷运。是讲高雄市推出这张敬老卡，有偌济人伫用？敬老卡没有？没有。你无敬老卡哦？这个时代敢若无伫用，依照高雄市社会局的统计，目前高雄65岁以上的时代有43万人，占总人口数的1.5%。市府的敬老卡有35万张，发卡量差不多8成，要过实际用的差不多8万几张，使用率较无2.5%。像台北市，他们还有一些可以搭计程车的补贴，像台中也有类似这样的补助，甚至是有一些是门诊就诊的一些补助的措施。未少时代嘛，认为讲高雄敬老卡应该互这老大人更较利便哩。坐计程车较方便较紧啊，坐公车来坐公车搁爬上爬落啊。因为坐会啊吼，无咧趁吼，会当省尽量省啦。有人怨叹，有人生气，认为讲市政府无重视时代的权益。咱遮个甲生活这遐拢靠无起，咱拢无逐项无咧主政啊，对吧？针对一些长辈，我们也有老顽童幸福专车这些福利服务，外面多一些旅游的一个管道这样子。那目前有13条旅游的路线。针对被批评敬老卡歹用，社会局表示讲会搁研究增加更较侪服务。嘛讲后届高雄市65岁以上的时代，人人拢有一张卡，或者敬老卡使用更较普遍嘞。